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阿卜杜里哈克姆·伊德利斯给3年来没有听到声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总结了近年来东突厥散遭受压迫和破坏的各个方面。阿卜杜里哈克姆在信中表示，自2017年以来，他从未见过他的母亲。信中的文字总结了自2017年以来在东突厥散开设的集中营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科技监控和监视专政。亲爱的妈妈，我最后一次听到您的声音是在2017年4月25日，今天已经1095天了。自上次致电以来已经过去了3年。我记得你的声音，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说话。我记得您哭了，我不会忘记你有多害怕。我记得你打电话给我说别再打电话给我们时声音的颤抖，即使我当时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当母亲要求儿子不要再打电话给他时，这似乎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母亲，我相信我们将在这个世界或下一个世界中重聚。阿卜杜里哈克姆为他的母亲写的这封信，也许是总结过去3年中国当局对东突厥散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中国政府不仅加强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打压，还摧毁维吾尔人传统文化遗迹。位于和田地区玉田县的达里亚布依乡是最古老的维吾尔族传统社区之一，这是一个被称为维吾尔族民俗博物馆的合办村庄，在中国政府摧毁维吾尔文化的运动中，于2019年失去了存在。当时沿河的村民被搬迁，整个村庄都被废弃了。新疆日报4月22日报道，在达里亚布依乡新组建的旅游公司目前正在考虑吸引游客等问题。数百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维吾尔人从河边村庄撤离，并声称给维吾尔人带来幸福。维吾尔文化研究人员、历史科学博士卡哈尔巴拉提评论说，中国政府打算摧毁我们宝贵的民族资源，并在这里开放旅游目的地，并非就是掩饰其种族灭绝的手段。中国和马来西亚船只日前在南海附近海域发生对峙。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西山慕丁昨天表示，大马会持续致力于捍卫自己在南海的权益。据路透社引据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西山慕丁说，任何争议都应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在声明中表示，虽然国际法保障航海自由，但南海出现军舰和船只，进而可能造成情势误判，影响区域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国在南海建立基地并要求主权，这不仅引起了地区国家的抗议，美国也反对中国的主权主张。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主管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的参议员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里希以及格雷厄姆·科鲁兹等星期五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联合国成立独立专家小组，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应对措施。信中说，我们要求联合国立即召集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就世界卫生组织对武汉病毒大流行的应对措施进行彻查，包括对世界卫生组织至今为止的绩效进行评估，并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调整或改革。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已经指使政府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特朗普此前曾指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24日说，受武汉病毒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影响，俄罗斯每天损失约1000亿卢布，这是巨大的损失。列舍特尼科夫当天在接受俄罗斯一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医疗卫生系统具备足够能力应对疫情时，俄方将计划让各个企业逐步复工营业。他还说，尽管油价波动，这
政府仍将对公众履行所有社会义务。勒舍特尼科夫预测，俄罗斯2020年的预算赤字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5%至5%。